อุปยิโปเสกการที่ว่าสวโลเจ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ไอ้เจเลยเจงเจ้าจะสัมมาวตีเจงอันเรื่องเอกีเขาเรื่องได้เอกีตัมโปว่ากล้องตัมโปเจเลยเจ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อุเจเลยแก่เพลงอังบ่กัดเจเลยจ้าอันนี้ชี้หึงโบทางเจ้าลีคุยประการยกเสียกุยนาจานเราปากกี่ชิวไปขี่ปัดเลยสอใจอีเจไปขี่สิเจ้าจะเจเลยกูซ้ำดีอุ้ยอีไปขี่จากกองเลยปะเอียงเลยสอใจโบทางเจ้าเจอไปขี่จะเลยสอใจเข้าอุทางเจ้าอุ้ยอันนั้นต่อที่ป้าเราเอซีโวอันนี้โผล่เจเลยจ้าเจเลยไปแล้วโบให้มีทางเจ้าโซ่อันนั้นที่โผล่เจ้าที่เราเมื่อไรอันจะจะเลยจะเลยตะปอหลังในเช้าก้องไอ้บ่อแท้ก้องอายาจะเลยเจ้าปังให้กับอีอันนั้นบ่อมห่อบ่อก้องนาทีไหวเจ้านาทีโบว่ากำวันซีแล้วอันนี้เมื่อไรจะหลังก่อเจ้าเราหรือผูกยาวคุยปอถ้าเหมือนผูกยาวคุยปออันเมื่อไรเก่าก็จะสอดใจลูกควายบ่อคันเสียวตะปอหลังไอ้ก้องจริงๆเว้ยนาธนา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หออันนี้จะเลยผูกหูเล่นเองดูปะโตยาวดูจะกะลูป้า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จะไหลจะลูกควาย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อีเบคงเสียปะโตยาวอีโจที่แสโลเช้าเสียจะเช้าเสียอันนั้นเจออันนี้สิอันนี้ที่ไปสีสีควายเดี๋ยวสีจะเก้าอันด้วยโจเก้าบนอันนี้โฮมเนี่ยจะกะเบลียวอันที่จะเป็นที่เช้าจะกะเบลียวจะกระเบลแล้วทุบอีกหนึ่งคือไอ้สิช่วยเอาไปเจ้าที่เสียงอันด้วยโจเก้าอันนี้โฮมเนี่ยไล่ชุดสีโจเก้าอันนั้นลูกว่าอะไรชุดสีโจเก้าแล้วอ่ะอันนี้ฮอกกี้อีไล่โจเก้า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เลยขี่กูหลังเลยขี่กูหลังเป็นสิ่งสายอย่างสีจะเก้าใส่ก็สีจะเก้าหลังก็ใส่สีจะเก้า然後都過可以固定可以食，有佢哋狗就是大漢正啊聰明，但一對一先生去一先生即強用佢哋必濟活，未來上擺佢哋狗安尼搞，那是伊講個必濟活，聽佢哋講過人講啊，班底那是講我一般是無影通來日本來好路，我來叫這隻狗來，這隻狗那是來路就到廊啊。對這隻狗來我厝，我真係無緣，我較整啲厝就好。安尼你看這隻狗啊，伊真係狗，伊看伊先生行到半路，狗到一個所在有禽獸，伊先生逐個牙叉拍咧頭，嗖滑。你狗到一個所在，伊家己是隻狗安尼，狗到咧所在，伊停伊直直尾，想趕隻禽獸走。人伊去到這必濟活，咱必濟活特別對伊來，伊真正採用這必濟活，必濟活來講，伊真正聰明。有當時必濟活就啲行唔着路，你看伊用啲喙夾必濟活嚟沙，看你講，你行唔着路就這邊。แล้ว未來會叫我這個必濟活嚟駕駛破了，แล้ว這個持股嘅人，伊就學這必濟活一塊布，就布這一塊布了，這個必濟活講啊，我呢袂曉。車駕駛，特別印度大山那邊有咧啲修行嘅人，啲人會曉車駕駛，我來去那邊去做。咱這個市區人講，先生啊，萬這你來你大啲這邊萬千，我袂錢，所以買來一小時來一飛去，特別這隻狗，攏總講話下面一載咧，看到這個必濟活飛去了，一載講去了無轉，安尼這隻狗啊，阿無話講 broken hearted。看了這個必濟活，伊真正採用必濟活，睇到必濟活去了無對，安尼就這個必濟活就去這邊嘅9分之，但這狗死了，出事是前頂做紅光，按這邊不到講，你看禽獸，伊若是小鹿啊，伊人是真正滴，按咱這邊你看，若是一隻狗，咱嘅你人若是飼狗，你看。如果是飼嘅狗，若是講一般是伊歹，你拍伊，你牙叉拍，牙邊仔拍，有當時有個人拍狗本用腳踢，你狗安怎變不落，伊唔敢甲你相拍，伊叫，尾叫還沒叫，要踢停啊，你身體還未了呢，踢停伊頭目睭頭看咯，看你來看了，伊該看我來，
咱你若是想讲，过起风伊唔敢做下面，若是你若无起风呢啊，你若是想讲你身体较浅啊，你讲好啦好啦大点啦，那你当着伊呢，你看只狗会欢喜，啊你外先生，要我无做了，你看话狗安尼样欢喜，你人过好看，就是跳一肉流出来，欢喜个流肉，所以这边有得讲啊 ，animal 啊，禽兽啊。伊若是伊人重敌，伊无像甲人，人伊喙会甲你顶心肝，甲你讲哈咱之心肝。好啦，今日你做我初一啦，我15要做你倒转，我计看甲你做，哈哈哈，来啦，坐啦，死鬼啊，系当我毒药去食，甲你喙，所以无得讲你看人，伊较尖较恶，甲你禽兽种直直。咱一摊去出事的天顶，本是安尼一笑，即个必济佛；要安尼一高必济佛，一惊禽兽作乱必济佛。像有虾米在巴的山都啊咪，伊眉头前，所以伫这边啊，伊安尼笑，噗一顿开啊，伊去出事做红光。但你知无？伊若是笑咧必济佛啊，伊声大声，若是必济佛摕物件互伊挖着伊呐，嗷！有那好，有那有尾，什么声欢喜？听伊声真正错咯。所以来出事去做红光，本是上，伊就做事做红光，伊的声大声嗷。伊若是讲话细声，莫互人听，16里听会着。伊若是讲话平常，大伫天顶咧规个福间的所在，白人讲听着伊讲话，大声嗷的人。所以伫这边你看，安尼女人若是大伫世间，伫大母是大人，女人讲话细声顺，即个因果拍到对来，女人讲话特别优秀。若是讲出事天顶，真正好听的话，逐个。咱若是讲你自己甘在咪힘化，嚷大声嗷，甲大母伫讲话大声嗷，有关的有牵着。所以这条经啊，三万瓦子的经啊，一路来你看，拢总是无半项，甲达2个呢。所以你看，伊在出事了的时啊，人讲大伫天顶啊，若是在伊在出事伫天顶啊，加无足久呢，伊死。了人讲啊，按照我听讲，若是讲去出事天顶啊，你会寿3600万年。大伫第2眼天公大的天顶，按照一只狗来去出事做红光，伊地命伊倒落来。你这边佛经内面有拆开讲，若是红光死，安尼第4项，头一项伊会寿到了，伊大伫天顶3600万年，人听咧天公的经，天公这里是马格达，伊古时做人3600万年，伊做好了。来个这鬼哭的尖声，伊火烧到了，火烧到了，你前啊久来叫我有讲，红光会知讲伊火烧到，你看伊穿的花蜡烛，安尼上久流汗，所以天公本知讲伊火烧差不多到，咱这个就是红光死，就安尼讲伊会火烧到了，食到83600万年，啊是那阿莫话讲36 million years。就是一号款红光离开遐边天顶，第2号款啊，安尼一样的功德了。这个功德是安尼，有的人做的好，无虾米大好，浅的好。咱伊人大天顶未趁大甲3600万年，伊人趁大无但做1000年，还是2000年，过了伊人的功德，安尼伊的功德无够100，无啥讲无够100。你这边你看一条故事，一个红光有一群仙女，特别这个500个，伊人来出事做仙女啊，伊人做的好无够日，伊人做恶分有，你看做半段的时呢，伊做红光，噗500个做一个花去，搁剩500个大伫天顶，甲这个红光看到，哎哟，安怎我的仙女这500个无去，伊观看。人做红光会看到地狱，就看到这个，哎呀，凄惨的地狱之受苦。伊看到伊这500个仙女伫地狱之受苦，伊家己惊甲人讲魔鬼藏。咱迄个500个仙女原在去做仙女的本惊，咱这个甲了隆重，迄条佛有伫，坎咩去讲，佛世尊我人看到
我的神女500个无去，咱落去地嘅，今日各人都教我一个伽马，教我一个法，sampai我唔通失败落去，咱不打只讲经，保持受戒观想，咱车可以听个了，噗，这个红光弹一个落汗，甲这个500个，咱只弹落去了嘅时，一知地狱无了，做禽兽无了。做无鬼无了，阿修罗无了，所以这个第二号款的失，人讲失败的天顶，就是人哋讲伊做的功德做好是无够日啦，所以无贪大3600万呢 ，fraction of it 人啊，所以第二号款人讲离开世间，第三号款就是讲有的人做好，但是圣地无假。错红无假，有的人你看几粒食错，几粒食错，唔通讲查甫食错，查某本食错，老人本食错。若是看到一个某去行到别个人们无听到是一个人呀，伊这边个人家歹食错。哎呀，我某那四川行到少年家，实在是一个人来，伊唔知。咱本是上查某本是食错，甲查甫人本是食。特别人有做好，咱你看。来出事的天顶，有当时出事天顶，你错红，你后面来受气，咱若是红光受气，有时受气了啊，这个 anger， 这个圣地是火来烧伊人，伊人未大天顶，噗，又落来出事，这个就是讲啊，伊人的上古钱啊油，咱你在圣地，逐个我都人听我这三读我讲。叽叽教完是火来，叽叽教完不杀老完，这圣地路放回去爆炸。咱这边人做人的时爆炸是安怎样？那是讲牛奶木剑你盘喷出汤啊，像火山爆炸。但是那个是无够遐厉害啊！有的人啊，但是做啲下规矩，那是起圣地啊。佢一支刀分拼去，咱拼落去咱来是都是去叫所在死本下，所以这个若是圣地就起啊，未 control。咱这边大啲天顶都是上，较济伊人甲了是牙路是啥物啊？牙路即六根的享受，你这个天顶叫做 sensual world 欲界，欲界查甫啲爱查某，这一项就是这个，你这边若是有啲受正神女的时，人讲牙路了去圣地了烧了伊落来出事啊，离开险定啦。这是第三项，嗰一项有的人做好了，要来去出事的天顶。特别你知啊，一时阿嬷话讲在你家己啊，哇！神女安尼睡觉，你知神女有诶佚佗音乐，音乐安尼好听一过，咱他等伊芳水，他等伊这个逐项乐境的享受，无像个世间安尼。咱伊人看着安尼啊，大堆这物件，大堆咩物件，像个咱大啲世间，你知有诶囡仔，逐个大母命囡仔，死鬼啊！你等了。一个日放学，唔去看到你啲厝，你渐放后，风骚，根本无转来食。伊这个囡仔是上啊放生流热了，所以人若是讲大啲疾病啊，就做好，但是无control无控制，这个讲唔通上对这个物件，行上路。伊讲若是出事啲天顶啊，伊看到这物件，伊对这个三拜无食饭。风人讲在啥阿妈啲名讲，你风骚啊！大啲天顶本是有人讲风骚甲未记食饭，伊人死，伊人少物件就安尼就要渐食，无像讲咱无食，无不到妖孽也要找食，伊人有时风甲未记食，这只狗去出事天顶。无长命，你个就落来，看咩落来出事，你伊个死，佢经济来讲，你伊风骚，一只狗受苦，占无占你看，逐项有，咱一堆这六斤的物件堆到3摆，未记食，咱伊来出事，死了来出事，特别唔拄讲有朝时也未轻的尖声，
伊本是差不多做生意的人，了伊本是有家减有保士，了未来来出事做狗，伊本有保士，伊个保士是啥物啊 ？service 出工过即个必济户，所以你人想啊，即若是讲有当时到了一个暗做老抓做啥物，你人来是刀下手做物件，即个本是保士，即保士毋是讲好食，伊即个保士是叫 service 的保士 ，service 是刀下手人。你人看来是一个老阿姆啊，咪要过街路，目睭夹得来，成幕要过袂过。你敢敢诚济去食补本不要紧，你敢敢行出牵手啊，阿婆来我牵你过即个路啊，车真正济。即个是保士，即个是 service 的保士。所以即个特别人唔敢做，因为虾米事人看，哎呀，即个老查某想去食补，更笑呢。我去牵个时呢，我 friend 看着，我 friend 看着讲，死啦，只可以骂着。去食爱唔惊来咯，是更笑唔敢，虾米事你唔敢，安尼你执着虾米好名声，所以贪好名声，所以人若是敢做安尼去牵个老人，伊是保士，即个是关键的保士，你唔通想讲保士是甲搭食无，所以即个只狗死了就出事做红光啦，即个红光叫做五杀家。就五杀家就讲话了，哦呀，真正大声嗷，你一啲小不大点声，伊个声是真正大声。但你伊有做好，你看大啲天顶就落来出事，你虾米事会记无？伊啲迄个囝的是，伊看伊囝伫困了，伊去迄房个囝伫树上骹咧，伊做伊行，来摸我头看，我囝伊倒落，哎呀，大玲啊！咱你本无食一礼拜了，我本无食一礼拜，即个囝安尼放去啦。咱有命金，咱佫会生佫别个啦。某唔好，你看某无好，伊某无担即个罪，伊敢放伊囝，伊某咬落伊，要某去抱即个囡仔倒转来。特别伊去迄角即个囝迄角无成，某佫看到底，伊本就抱。了抱了，伊无力了，伊讲下叫某抱甲无力伊抱，所以安尼去迄角即个囝迄角无成功，都本你看用过来掠伊，7刀人迄角伊，特别因为即个迄角无成，伊说无死，7刀要做伊死，7刀无死，即个是对伊好的因果，因为伊有通过咧必济福。了，因为伊搞必济福，若是必济福冒险伊卖，若是讲有这在啲草边啊，有蛋虾米物件，禽兽啦，伊卖伊赶咧自受走，所以伊家己啲冒险因果搞伊，所以无物件敢去冲击伊，所以头一日伊去出事来，出事啲绝对报道，出事啲一个歹查某的报道。来出事是大波，出来佛教的点声，若是歹查某呢，因逐个若是生囝呢，查某的囝伊爱，查某的囝伊卖，查某的囝会接受伊的生理，查某的囝袂，所以伊就问看我生虾米，了嚟抽囡仔人讲查甫啦，哎呀，包淡薄破布了去下去3-8桶，所以你看，即你伊迄角咧囝呀。来出事呀，头一日呀，人去甲伊了。就特别好一日啊，伊来出事的时啊，即个车到月，伊有出了来路款的物件，了有一个叫做色体 treasure， 红的 treasure， 然后实在是过3米，向边伊出伊是大富王，王选伊做色体，过王的家伙。伊甲了王本有一个啥叫人家会上 Brahmin， 伊本有了这个功夫会看这个车甲这个月，伊人老人我着会时一日，伊讲，伊这个好野人就讲哦，这个会上王的会上，先生，你看无这个月甲这车今日有较来路款，虾米事啊？有虾米事？这个叫人家会上讲个啥？无虾米事啊 ，Master 是讲今日有出事一个囡仔，白日要来做这个国的大富王 ，Chief Treasurer， 白日要做这个国家的第一步的人，这个 Treasurer 伊是第一步的人，
，and 伊无分9月了，就听着安尼尔，伊叫人讲，叫伊老仔，后尾你走转去看看我某生了未？and 伊老仔去探听看某生了未？人来讲还未生，还未生呢，伊想，咦，这个还未生，徛这个8日要来做。这个福建的设计，唔是我的囝要来了，正就是今日来出事的人。and then 伊就安尼想，伊就后尾走转去叫一个老阿嬸名咖喱，伊讲咖喱，你嗱我互你1000块，你去找福建的为这个监工，等我一个囝早起出事。and then 这咖喱大吹着了，甲伊买。其实伊迄个是300桶，是一个不300的人，看着人迄个一个囝，所以抱转去了，头人甲伊买1厘卖，2厘卖，买来起甲1000块，1000块，哇，不到1000块，伊卖互伊了，这个老司机就想，到底正就是这个囡仔是8日要做大富王。then 我的某的生的囝未通做大富王，他那就要安怎拍算？伊讲不要紧，我买了1000块，这个囝我要来收，叫人顾。若是我的某生查某，我摕这个囝来做竞赛，听人讲，我的家伙，我的这个责任做王的设计，袂互别人去，原在我人的家庭，我的竞赛做大富王，不要紧。所以叫咖喱讲，你顾好好，牛奶就济，虾米就济，我照好。所以饲这个囡仔，加几日伊某生，安尼你安怎想？就某就生了，问讲生大虾米啊？生大波，这心肝切落去个。哎呀，我生大波，那是生大波会使做我的，这个囡仔会使做我的竞赛。了8日家伙不是我的。找我甲竞赛的，安尼伊人来做大富王，他哪来生囝？那我这个囝，我家己亲生的囝，煞未做大富王，未做设计，他哪我安怎做啊？2个囝，2个后生，这个大妈我捡就会买来做开始，做开始了，我的家伙8日会落互我的囝，所以讲互伊咖喱听，咖喱。我买这个囝，伊饲几千只的牛，安尼讲，你去开位，那是马仔早起，伊人6点开牛寮，的时，你下这个囡仔到底牛寮的门的位，所以开了去啦，这牛走出来，互牛打死。所以这狗咁有影，马仔早起那一个咖喱，伊查某囝老查某囝，放一个囝大伫咧路牛伫行咯。6点以后，他等6点1两个字，人来开牛了，成千只牛撞出来。唔都好一只牛，人讲就是人做好有贵人，人若是无做好无贵人。所以这个贵人来讲，按照虾米来做贵人？一只大只牛就无掂。出来头生，即出来头生，伊用4支脚下过这个囡仔，了徛掂对向边。咱这牛直直出来，闪这家这边，左手边左手边，伊徛掂，伊卖伊顾这个囡仔。咱你咧顾牛的人就讲，安怎来咯？这只牛徛掂卖走，了去看，咦，其实这只牛伫压紧这个囡仔，所以捡起这个囡仔来。特别这个啊，咖喱哦，下了的囝，大伫边仔头看这个囡仔，安尼伊头家有解，你特别互我知看，结尾这个囡仔有影有死无？伊要100%死，话你讲，伊袂通做福业人。所以，伊看了这咖喱走转去讲给头家听，头家，这只牛安尼样，了那个牛的囡仔抱转去啊。所以第2道一个识体福业人，擱摕7000块，你去教迄个顾牛的人，买到对一个囡仔，所以你看伊开2000块了，买到对，头伊买来看到累1000块，目睭红，好啦，卖落去。
了，安尼就对来了就那，天开嘅无足久，一听讲啊，古时啊人做出入交商嘅生意，伊人真呢就伊人做 convoy 或 caravan。500顶嘅牛车离开这个国间，要去别个国间，别个国间什么啊？有当时真正远，几啊正百几州，这500顶嘅牛车要过一个所在，这个设计在来讲何者？伊讲安尼啊，咖喱啊，你马在天光早早抓一个囡仔，带着咧牛车路，咱人牛逐过行，是暗暝行，所以你看啊个4、5点嘅时。你摕一个囡仔下住咧牛车路，了500顶嘅牛车若是来，会累死。这咖喱安尼做，搞到咧路咧下住囡仔。有影慢啊，你看啦，500顶嘅牛车直直过，唔做头一只，好一只牛就看到这个怎样，伊徛死莫过。尼一直拍，伊莫过了伊落来看。后面嗰咧大家咯，做路人车尖尖，伊讲莫行唔知啊，了去看，看到一个囡仔，有过一个牛车人，哇，好彩气，好头彩，跳到一个囡仔，抱对去，咖喱过去走去讲互伊头家听，头家啊，无死啊，无死人要做啊，伊讲这看牛的人也对去哦，讲过廿1000块，甲伊买到转来。做3刀了，人无好死，未死就是未死。then 你讲，过家几日，伊唔敢做就爱做，过家几日看来嘅，咖喱啊，迄个啲烧死人嘅所在，一只囡仔你家去放参加咧死人，你这个死人嘅所在啊是城外，城外你知啊，人烧死人，烧了下晡死人，叫人家烧死人是下晡，唔是香港咱哋。这个巴肚兰江呢，杀了电了都无落去啊，无咯，伊人是卡嚟查，了死人就下只顶面，了下淡冇油了倒，了有嚼无人插，暗暝大人对，你看啲烧这个啊，上个烧猪啊呢，了暗暝物件直接来食，这山狗来食，你大只，好料，这啥烧肉呢？拢总来在食，再讲啊。这个物件去参加迄个死人啊，咪去烧死人了落去，或者暗暝山狗，而且又钱又贵来食。所以咖喱放了本是灯看，马仔唔拄好一个这个鸟，伊人鸟唔是讲4、5只啊，真清只放出来呢，大吹只。有一只鸟母，这看人若是做好，几人直来直高伊。这福建的材料分讲一站是，虾米物件刀卡手伊是苹果刀卡手伊，一个必济佛，莫好在禽兽作乱必济佛。看啊，你看有虾米物件要来食伊，上家讲苹果炸唔免食。这只牛母，这鸟母就无行去嗰啲所在。拄好这鸟母无鸟仔叫灵，你看到一个囡仔，伊哭落去，互一个囡仔食灵。咱这个鸟个鸟人看，咱呢咱这只鸟就无行下面个去看着阿罗一只鸟，这个哭落去，互囝食灵，互这个人的囝食灵，都跳起来。家里个看着，哎呀，个无死，个去讲互头家听。讲我头家听咧，头家个讲，车多顶一个囡仔，那1000块，几千了我唔知，4000了，3000、4000了，4000了。要这招的时啦，个唔敢去爱做，个收嘅几日也是正礼拜。咱伊讲啊，咖喱，有一个山，伊叫 Robert Cliff， 那是一做贼，政府搭队，可以抓一个人去啲山。挖塞落啲山坑，了可以去浪巴肚死。咖喱，抓一个囡仔白去啲山，掂落啲山坑。你看，英国少个多浪伊，按怎掂来掂去，去掂就拄好一破嘅咧，得长。
嗰啲的長嗰另外扎咗個圍巾啊！你的長嘅山邊啊，白行嘅抽住條山邊，住啲驚嚟驚去，一啱佢掂落去，你的長嘅正面有啲山邊，成個掂落要拿呢，都冇事。and then 你講下個一講條事，唔都好自然，國家呢個啲看，哦，有啲的長，見啦，人要嚟浸的長，佢哋做的嘅人，依家政府討講，有政府可以是這樣子講，驚啲人都會使浸，所以人先呢，驚啲人嚟講會使浸，土司浸咯，你媽就未使浸啦，如果弱者浸都浸，所以啲浸嘅事聽就見啦，啲膽啲條浸丁，後面咪叫嚟嗰個見啦，看到就嚟見啦，嗰橋對嚟，假呢個走去講可以。頭家要個無事，那無事人家做啊，食住請靠過去買嚟，我請了買嚟啊，佢大漢了，唔敢去愛做，佢大漢了咯，佢叫大漢嘅事啊，這個設計就想，我你愛這個囡仔死，你個未死，他來想辦法。所以咁樣想，我有一個朋友啲做木匠嘅，然後我嚟去找伊。朋友，你大概做木匠，然後你就養木匠做土做了，伊人就去行去造啦。啲造下做木匠嘅造轉一等。然後你講，你第時係你木匠落去，乜造啊？乜仔都係木匠落去啊！好，我後尾接你近佢，嗱，呢次情況後尾頭先，所以開立錢咗㗎，後尾近佢，乜仔我叫一個囡仔嚟，然後一個囡仔甲你講一句話，我阿爸交代你做嘅近佢，後尾做喺清楚。安尼呢，若是講安尼話，你就拖一個囡仔入啲房間，篤。開始，然後攞啲燒嘅酒咧炒大機嘅，即係囡仔掂落燒，最ใจ無人知嗱，一定是情況。但係你做咧真也好，我個會想你較濟。唔單呢，也是個多讀些人死了，塞落啲酒咧就睇住情況，好會使。然馬仔看到一驚，我殺家來，阿爸下面。就叫阿爸，伊是阿爸做嘢做驚呢。然你去啲嗰啲舊嘅，講何你做會頭嘅，佢講阿姐，我阿爸叫你做嘅工作，冚咩做喺啲，然後冚咩轉嚟，就你冚咩轉嚟是講咩啦？然好啦，佢走去點解開始點解見人家人家接去，唔都搞個外面。伊家己咧識啲會驚，家己嘅驚是做阿咧，清查無幾正禮拜。之後，後尾做好，我這個莫過你輸咧，我莫過你了咧。你輸了，媽呀哥啊，你特別真係福氣嘅人，特別你這個莫過你贏，我你輸，你替我這個好無？我未替你啦，阿爸叫我做有堅嘅工課啊！阿爸嘅工具攏買拍插啦，然後以前阿爸只小姨正呢，我係講阿爸聽啦，我就是安尼啦，無安尼啦，阿爸嘅工具我去做啦，然後你這個好啊，我邊來也弄只好啊啦，然後這個歌呢小阿咧，好啦，我教你剃頭啦，阿咧走去啦，去做阿伯啦，阿伯啊，我阿爸交代你嘅工具，冚咩做喺啲啦。and then 你看，就拖入來，篤吹搖進入。這個同人講，愛害人害着家己。and 這邊不但念這條詩，yo dandene adan desu apa desu dusati di sana menyatarang tanang
Ki pa me wa ni gat chati Sile Buddha khô quỳ lăng hami à thằng cho che bố nhà bố chảo lên lăng bố hami su lúc chăm cái trôi làm chăm cái tích trôi y lúc chăm cái hài y chăm hỏi kho hỏi chi thăm nu na si anh chăm trôi lên lăng bố trôm cho bố hami lúc chăm mẹ y con cháu y lê y hami sắp hàng e kho e lại cả lu lăng anh chỉ biết lăn theo hồ khoa u chỉ hàng thâu chỉ hàng acute pain trái về phát sinh hàm mi toa thia chỉ là toa thia lo hàng trái是 accident à vô chẳng chịu thoa motor car 是咪講thoa cái路long trong quỳ上骨nhau à是làm cho quân truy toa thia這是事故一聽個只係 acute pain 個只hàng trái về phát sinh hàm mi後來心肝多聽hàm mi咪講本地舊路只係聽只係頭一行，如愛玩昂人，而嗰個人那是個得道個無做下面，你最主動。第二行 disaster 是災難，人講落難。如大富翁啊，大好日，有自己你看像越南嘅人，好日走幾時陣？金條有個了，囝有某有狗啊，有攏種規隻船安尼，規頓哇，然後啲路難嘅點聲海出來，跳咧金個了，香港咧無驚，然後走嘅時你看，啲人拖隻查某囡仔落啲海出嘅船，然後再無人走翻人是規頓阿爸阿媽個走啊，然後你海出啲拖人嘅走啊，你看人攬緊阿媽阿爸。lâm kim châu châu anh lúc hoa hay thật anh lúc lâm kim châu châu ít tóc lên lào lăng này chiêu anh lào lăng bên lâm kim này nha tóc lào lăng này chiêu đâu trong chòa lăng này chạm bọc nha lộ chi lên hay thật để chốn thì cái xăm tê cho bề cho hay chạm bọc anh lúc chạy bộ sẽ lộ cả hay thật để chốn thì hút chi chít nha quá tung amma cả apa cái chỉ là cháu à bố了，chỉ là是叫做落難，個真正冇救了，冇通救了，冇就咗後世看落拄掉尾啦，所以這個就是叫做 disaster， 災難啊落難。第三項 bodily injury， 即 bodily injury 就是唔知啦，你就冇掂啊，拔刀落去啊，規木勁嘅棍子也是拔刀落驚咩，挖死 ，and then 一世人嚟割了啦，你再殺。半成食了，起來เลย這個攏總別用了。第四項 grievous sickness， and 這個老色體就這個病 grievous sickness 就是前日有肩嘅病，肩狀嘅病，但這個病直當全世界嘅老官安裝到本地。第五項 loss of mind， 佔無下面數索氣笑，作為人你看。好日，特別我有一個朋友故事真正好日，特別冇起笑嘅時啊，差不多要60歲，就一困起來，一頭滾行出來，disman road 入邊行出來，安尼冇看到，哎呀，死過慘啊啦，冇聽啥課啲行啲 disman road 你看，安這個下面啊，一來 suddenly 變笑，你講伊激情勝利，冇激情勝利。millionaire 來，這個是我家己嘅朋友，我知，我無時常講話。第六項 operation by king， 王嘅刑法伊唔知蝦米事，因為安怎樣，伊拄着一個王嘅刑法，意思就是沒嘢計會，要搶嘢計會，要可以計算。and 第七項 heavy accusation， 將無伊三個就人死山死落。無人死落，人無愛死落，別人漸死落，伊有蝦米要緊嘅物件，大人講是伊做。所以當時你看真正要緊事，哎呀，我都無做人漸死落喎，應過來，正是你冤枉人，睇下人冤枉你對。第八項 loss of relatives， 你笑嘅真愛，無正叫你真正笑你查甫人，還是你真正笑你查某人，還是你真正笑你個一粒後生。anh lúc看你7粒後生，甲7粒查某囝，佔無佔破病，
去。你看，听个三摆有当时有人笑，你看，你这个哥哥一粒囝死了，你看，几哪个日啊，伊无参人，渐渐日咩是。老阿姆看老阿伯，老阿伯你看阿姆，了你食目油，我食目油，了朋友来高声，伊唔知次来欢笑。The loss of relatives， 这个敢若是对的，这是第八项，第九项 destruction of love， 一教会占无占，结命臭去打。我未晓讲这结命臭去打安怎样 ？Suddenly exactly for 张伟那好家今日。教会无了，第10项 ，raising fire burns his house， 越厝越下面越杀死，上面好嘅，就冇咁导火烧，这导火烧呢，去看个insurance，哎呀，insurance无还啊，未记还啊，未记还你嘅insurance未还你啊，跟人家话甲你讲咧，你都无来交咧，你无认你我无好你咯。这个我自己特个路就 remind 我，那路无 remind， 我唔使 remind 路就来学，就无了，好日是死人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不达念这条经，有dan dene adan desu apa dute sudesati desa de dasana manyat terang tanang kipamewan negacati tentang sisa wan ong lang so 他那你知无这在叫着死了我一走去吹把死了过对来哈你对来啊你讲什么时候你安怎会对来你说讲嘢说讲你安怎会对来actually 肯定就是你要再讲来以後你再我是 expect 你無對來安怎你會對來啊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那是講了和 police 帶啊 police 講啊那就是你要做意思嘅所以你看伊講起來講安怎你會對來啊一個阿爸啊你叫我剃頭髮過你可以啊伊講要你我係講你自己做啊哈自己做啊你知啊半行半走去找你老人啊朋友啊安怎樣我講唔通這樣啦走緊了啦還沒走緊了我要死了我要啦他會搞無了啦根本無了啦好個無目標啊害人害着家己and then 安怎做啊這係死了無了啊大會到我你要可以死伊你未死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人關公過5關伊過7關啊佢較厲害過關公啊所以看到伊這安尼後了啊這個老人會記他媽不大念佢就是我講起來and 伊是什麼啊就 sickness 了這個 sickness 什麼啊老曬未食老曬未食 disappointment over 伊個 failure 伊愛做這個囡仔死伊未談伊激心伊會病來所以真正濟人的病攏總是對歹來and then 你知安怎做伊看那是想辦法我要安怎做這個囡仔要害死特別6到7千了伊開了就7千了and 你個他那在想伊講好大致正40-50支我有一個啥講啊 superintendent 是管我的教會我有100個監工and then 迄個人管我的監工的伊想做我的 manager 我要寫一張批叫這個 manager 他我真正好故事真正巧我做甲伊今日伊做 superintendent 差不多有累他然後我要叫伊做這個工作來寫一張批My dear superintendent 你若是接到這條批呢你甲我鬥下手做一個要緊的工作而這個要緊的工作是啥物
รู้เลียจะเลยกินน่ะ做海事แล้ว我会晓想路 and then 这个囡仔伊起来一落来要海死啊伊无海读册所以唔捌字特别安尼有紧的批就安怎做唔敢互人知就摕这张批结条的衫伊讲这张批钱啊要紧啊你唔通去四处放互人看着啊袂使互人看结条这衫了你去到你就要看这张批点点有字啊哦แล้วลูกยาเก่าเลยปกันเจ้าอันนี้ปกันลูกขี้กายให้เป็นสิลูกยาที่นาวเพแล้วสิลูกกินน่ะทับตัวหันแล้วสิจับหลักคิดหวยแล้วลูกapaอันนี้หวยแล้วว่าปอเราเนี่ยปตัวยาวอันนี้จ้ะลูกควายอีโบสายังจะเลี้ยงกับสัมบันเนี่ยจักกุลีบุญโบแล้วอีกอันนี้ก็apaว่าเนี่ยควายอันนี้หวยเราก็ตะลุยจานที่เจ้าเก่าอ่ะลูกมาจะหัวตำบลลุยจะป้าลอยขังจ้าลูกใส่จ้าป้าลอยจะเลยพิงยูอีกเจ้าจุฬาเสกตีสิจุฬาเสกตีทำเนี่ยอีเป็นสิจะเลยอุลุยหลังตัวที่ทำเป็นปกันแต่บีอีสิว่าเนี่ยว่าสิคิดใส่เชื่ออีสิเตจีเตซ่าคัสเซียวจะเลยเสกตีแล้วลูกขี้เช่าใจลูกไก่ก้องว่าสิจุยจ้าแล้วอีก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ลุกเสียเขาไม่ลุกใส่เทเขาไม่ลุยทุกคนเริ่มลุยเป็นโบหออาป้าโหโอเคขี่แล้วสุดที่ยาก็จิตเต่าอ่ะลูกควายเสียหุยมันสิก้องกินยาแล้วควายปะโตยาวแล้วควายจะช่วยเลยจะจุฬาเสกตี้ไอ้ชูจะจุฬาเสกตี้ไอ้ชูควายจะแล้วกินผ้ามือ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จับเอา出来รู้สึกจิต我是这个老司机的囝，我名五沙家。好，老司机的囝来接受一下大人客。哇，这个司机的囝，后尾可以一个房间可以吃穿 ，and then 就做可以食了的时，拄好这个做了司机啊。伊差不多累，伊楼顶几两三单啊，有一个走啊，个一粒走啊无后生，安尼古早人啊，若是有走啊就要有一个查某干顾条顾咧小姐袂使落来下底站大伫顶面，看来查某囝好命咯，拍走，故时无咯，故时就头尾头看，你咧手机门有咧压，我看咧压紧当查甫仔讲咧查某伫头看。他那无了，他那唔使偷看，他那看个买哦，所以这边你知安怎做？这个查某干这个小姐在伫楼顶叫伊查某干，你去买物件好啊？这查某干落来到外边听，伊头家鸟，伊唔是头家小姐的嘛？问，你要去倒落？小姐教我去买物件。小姐看过较慢只，大人客来咱的厝，你摕水洗个骹，古早人是安尼，洗个骹，了切个骹做好事，了做好伊食，了你在这个查某干，小姐看过无做，就洗人的骹，切人的骹，了切物件好食，食了也去洗了麻律，才会使去做小姐的工课。and 这个大波五沙家食饱了，就住伫房间，那房间无门啊，咧倒落去困。and 你知伊行早起行甲日头，所以这个囡仔16、17岁啊，真也闲，倒落去就困了就寒。完了，这个查某刚去买物件对来的时，小姐就问：你去倒落安尼久着，我教你去买一物件，安怎买到10、5点钟你无对来，是去倒落？哎呀，小姐唔通骂我。你嘛教我做工课，还没工课，人客来啊！这个名做五沙家，这个查某是就追来，这个查某故事你知无？一走起远的音声，是伊的某来的某讲，先生喂，你不到要你食剩了我人食，and then 你知无？伊要去夹囝的时，伊某甲伊讲。
我的囝，我无囝，我袂活，先生话你唔通迄甲我的囝，我袂我的囝。但伊个烧的红，就听着五杀家，伊会欢喜甲乐，安尼故事不但讲这条经 ，through previous association， 安尼正是伊人红家，安愈伫烧我伫烧愈，听着名尔，佢咧烧浮起来，像甲一个莲花池，伊讲。古时有莲花，他那有水了，安尼水就有了，你看莲花被浮起来了。所以这个查某真是正是一直迄甲囝的时是伊某来，所以安尼伊某无迄甲囝小囝，伊来出世，阿爸阿妈真正烧，查某干高条条，安尼伊去迄甲嗰个囝，伊来出世人就买钱伊。所以人想好好看，这边不管是人啊咩，猫买死了啦，生猫啦，你看，店迄家店啲鸡咯，狗啦，真係 common 呢。啊，咱有当时人就直接，啊未出事，啊目睭啊未开，那去店迄家，因果未走啊，你店迄家请你店迄家，你因果别啲人要店咯。即个你看伊店了个无成，伊个就打7道人迄家嘅。所以唔通想自己家暗要迄甲猫狗，你若是买钱狗猫济，唔使饲，还是你要饲猫公，还是猫？特别有人讲，食个猫的卵有生利辣，有咧甲了是无影，利辣是对啲大陆，利辣是对安尼 TB 的糖要食，猫伊的卵无讲有 TB 的糖。所以这个物件，咱就若是自己家要迄甲猫狗细食买，还是爱饲甲大只，饲甲大只了迄甲的所在，看伊有通食，可能有淡薄自闭。咱若是走啲细食，目睭也未开，你见迄甲就是上啊，你挖做伊死安尼，真正是死无法走路了。所以这边要看。伊这个小姐是会听到这五杀家的名尔，伊袂应该袂使落来下底，小姐袂使落来下底，头落来，就落来了看到这个朋友伫困，了看到伊衫安怎夹一条被啊，安怎咧来咯？人被是喺伫地啊，这个被伫边夹条条，了小姐就去头开这个被来读看。就读看了讲，哎呀，这个戆囝，这条被是要叫收拾伊的命，看伊戆安尼无，就小姐就摕这条被入去房间来盖着被，这个是我的真正烧的讲，你来接到这条被，你就靠咩做亲互伊教完甲这个做啦食啲的查某囝，你去讨亲了教完了你起厝，我会甘帮一摆会甘帮捡这个类起一间厝有楼顶的，互人红某大，我就请孟家里落财互人开啲遐边的类一摆甘帮。这小姐笑好了，夹条在入面，这个困上啊茶头，要么在天光去啦。就是啦，啊！这感谢你啦，我要顶好，过迎来坐啦，好，迎来坐啦，唔使迎来坐，要做竞赛咯。所以咧做啊，去到遐边啦，我哋苏边等人看到这张片，哇！我老头家真正晒人我，他那要叫我做主人，因为伊无某了，他那要叫我做主人，可以囝教完，后尾去讨钱啦，讨钱教完起厝。and then 你看这老司机大啲香边啲大阿毛河那话讲，对人加摆，你知话你加摆头啊，我只你滚啦，我滚大条啊，阿毛话讲 get on hot bricks， 你要打到你起点热啊，哇大条 ，and 越变大档了，老晒了，特别这个小姐教完了，你知这小姐厉害。大包戆无读册，小姐有读册，小姐可怜，讲互伊出来会再做工人。即若是老司机，若是有来虾米物件批，还是人，
唔通互我达波人知，互我成知，了我才互我达波人知。Let me know first. And 有影，这个老司机未食未困，我爱安尼，伊未谈安尼，我无爱伊谈。哦呀，大凄惨，了就安尼做，伊就下愿，还就讲，伊讲我伊财务啥？财务，我要看我的囝。And 哈密事伊要看伊的囝，伊要彻底讲我的囝讲，你唔是我的囝，我买钱，我的家伙买互你，几百万的家伙买互你。这女我不买好路，所以讲我的财务上，去叫我囝对来，我要甲伊讲话。这个去，安达这个财务，安达这个人去，这去到咧厝呢，你无，你小姐谈来做也无了，直接来哦。老司机讲啊，伊要看伊囝后生家后生对去，啊，安怎样？伊铺病啊，针老细一食未？食糜呢啦，散咯，6百了咯，啊，不要紧，这边700块，你去剃头，爱对的时候才叫你对。你知啊，这个那新姐啊，看到这个700块，做你啦，大下面唔使对啦。听台上6礼拜，这老司机个讲，安怎无来？安搭过一个人去，第二个人去，伊本做安尼咯，本好700块，你去剃头。Tapi老司机未食了咯，行路啲渐无力。你去剃头，来到你通开，大人无对，第三个安达去，因为安怎样食力了咯，未起床都成了，摊配这里摊配家啲，这里摊配家出，这里摊配家啲，这里摊配家出。所以讲起达波人，但你就讲起达波人。你阿爸破病食力了，叫咱来去看伊。了，嗰要长时间，嗰安怎做啊？咱要饲袂使空手，你700个金崩，跳啦，虾米物件，站不啦啦，人家啦，有咧，我唔知有无啦，但是我是讲啦，飞机跳啦，咱下啲牛车来饲啊，去看，唔通空手饲啦，就跳啦，前一两日，咧巴西边30故事啊。这纯事故呢 ，and then 搞个香饼，伊讲系达波人听，他等入门看咧巴时，你就徛伫骹尾，我就徛伫头壳。伊教达波人，几个人无读册呢 ，and then 你入到厝呢，伊叫伊个查某囝甲老仔拢总过门，像迄个老阿伯厝是伊个人伫过个了，就出入做班只。阿爸甲囝伫讲话，你袂使入。and 伫即边呢，伊看到囝咧，伊讲佢才会来。and then 你知啊，3礼拜无食，水无啉 ，and 伊个阿嬷话讲 dehydrated。你知啊，若是你牙咧白气，伊气，你热落伊只落无水气，所以伊要讲佢才有听。我会教会。卖好我的囝，特别个气无了，我的家伙，哎呦，好我的囝，卖好啥边，哎呦，那个财务车都明明好啦，哎，这个小姐再讲伊讲错，有人要做啊，小姐就帮三忙，了就牙头壳，学嗰个老人的这个形象。阿爸咧，我来啊！你回啊！你睇下出讲话本讲无啦，你要學死。所以我就下個禮拜我就耍咯。以前一搞，這小姐那是冇搞啊！我第二代講，唔是好啊，唔好啊，特別又唔係咁俾我，知道呀。人哋齊講好，我係拍死我係教好可以，人哋小姐無牛官哦，嗰次都講咗件事講埋咗喎，哭啊！我那哭我那好，像人就在家啦，阿爸為是成好頭先啊，好啦，你咯越大聲越好，記得出邊聽咯，我都以前有拗，實在是就冇咗嘢流人事。後禮拜我刷咯一個經。這個咁樣英歌有人聽，這個唔是講述英歌，這個武打講的這個，所以咱來回想，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tawag ta sa 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i Buddha sabi Dewa sabi Satta sabi Buddha anu modanto sabi sampati siddhya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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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watu sabda manggalang wakantu sabda dewata sabd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da manggalang wakantu sabda dewata sabda dhammanu bhavena